迎接中秋嘛是台南文旦采收的旺季，对此台市百业国际药进协会连续第4档，串联济企业团体来响应文旦礼盒，买一箱送一箱。除了听农民嘛要来照顾弱势公益行动，今年参与的团体比去年增加已经到36间。28号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代表收证，场面温馨。感谢我们所有的姐妹还有理事长们的大力支持哦。其实嘉颖今年已经在办这样的一个文旦礼盒，买一盒捐一盒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已经是第4年的时间了哈，非常感谢。那在这个过程中发想起来，真的感受很温馨，很感动。因为佳节倍思亲的时候，真的是很谢谢我们这么多的团体能够购买700多盒700多箱的这个柚子，来给许多需要关怀的人，真的是非常谢谢。这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农民柚子销得不错，很开心。接受大家馈赠的这个社福团体也很开心，因为感受到各位对他们的关心关怀。这是一举3赢第一个农民赢，第二个受赠者赢，第三个我们自己也赢。民间团体响应市府照顾弱势优先的理念，将社会各界资源整合，和爱心加倍，嘛要让大家感受台南市温暖有爱城市。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。